嗱，冇讀到書就係呢咁個工作噶啦，辛苦工啊，黃樓炸杯啊，沒辦法啊，誰叫以前讀書那麼難，是不是？依家大3台裝好車咧，準備出發咯，係咁噶啦。以前嗌你讀書，你就去溝女啊，依家先知道撈2蚊紙咁艱難啊！以前啲同學人哋讀到書嘅，依家坐辦公室係嘛，做老細開公司咁，嘆住空調咁，嘆住空調飲茶，冇知啲生活過得幾瀟灑係嘛？嗱呢啲吓做到黃樓雜輩，錢又冇得幾多喎，係咁啊！第5趟車亦已經安全到達咧，亦算係完成任務咧。10台車已經全部安全送到，你卸咗車又準備沖涼睡覺，睡醒覺聽日過增城，又裝2台車回南沙。歷經2天2夜，依家全部都已經安排到位啦。到今呢就再次多謝老闆嘅關照。依家目前嘅位置係位於廣州增城，風雨夾水啊，但一樣不影響我裝車嘅快樂。依家呢就裝好車呢，就準備出發回南沙。有南沙個都有伙計嘛，安排海鮮喎。又完成一單任務啊！懶懶有車，順利到達，開始卸車。順利啊！拜拜，好。